我在这部戏饰演的角色叫钟复元啊，他是位医生，主攻内科。把你的肠塞倒转去，结果提倒转来。这部戏里面有2个个性，我把它分上下2个部分。他曾经为了自由，为了名声，然后为了他觉得主观的一些标准，然后去为这个社会而发声，为了这个国家而发声。直到发生事件之后被关之后，其实他的人生观、他的价值发生了蛮大的变化。他之后的看待事情的角度，也因为进了绿岛之后发生很大的巨变。所以说，跟他的追随者会发生很大的冲突。其实他自己的不管是家庭、事业、爱情各方面，他已经荡到谷底。先生は事の重大さを理解しておられない。人命有利有大な。小把子があるか。在这5虎里面，他们也都以我为马首是瞻啊，他们都以我为目标。可是当我的一个态度跟想法、价值观有点改变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我的偶像是这样吗？然后他们会对我有很多质疑：你怕了吗？你退却了吗？你被同化了吗？还是根本钟复元这个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勇敢？钟复元就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跟逻辑来告诉他们。好玩也就在这，彼此的价值观那个时候开始，有一点分歧了。当然会在言语上会有一点冲突，少一点沟通，那个冲突就会更大。对我的不谅解，那的力量就会更大啊！这也是这部戏好看的地方。学校怎么样了？我没读了。没读。你功课一向不是很好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关在这里。对钟复元这个人来说，人难免都会有遗憾，只是他尽力了嘛，他尽力了，他努力了，他对他的儿子当然会有很多的遗憾，很多遗憾。或许在一般男人的眼里，或许这不算什么，可是对钟复元来说，他对他儿子亏欠非常的多，对他儿子所说的每一句话、承诺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一直都记在脑海里，只是说对于儿子的一些承诺，他已经做不到，可能这是钟复元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其实我蛮喜欢他后期的那种改变，他的心态上，他会开始选择包容，开始选择沟通，开始选择比较温和的方式，然后去落实他自己的理想，而不是用之前的那种比较强硬式的硬干的方式去做它。我比较喜欢后期的钟复元，比较软性、软色系一点的钟复元。